者综合报道。过来消息哦，过来看三联集团的负责人齐孝东涉违法吸金10亿，进前20号是被判12档，高上诉到30，也毋过伊人却失踪了。咱国内去保逃亡的嫌犯是真侪，这个检就好友讲，应该爱修法来增订保全羁押制度。若讲被判当刑，法院应该考虑讲，敢需要当庭羁押？若无要羁押，嘛应该爱评估科技监控的必要。赛车去到病院，车停伫地下室，赛车的人煞怎啊咧无看？失踪的就是这个人。三联集团的负责人齐孝东，伊分书顶排几啊件刑案，伊涉嫌伫几啊年前以投资电信 App 会当趁真侪钱，有千外受害者去骗去，借钱借10亿，去法院裁定交保，二审封判12年，不过官司还未定宪，即马人煞失踪去。5月11日下午获报，徐姓民众报案父亲失踪协寻案。目前本分局正积极扩大调阅并查访寻找下落。因为查到开始就无甲厝内人联络，12嘛无去派出所报道。高雄地检署已经组专案小组来追查，要来厘清敢是弃保牵逃。不过，为国宝集团总裁朱国营、到联益保险前负责人张文智，几啊届有重大案件的被告，伫审理的时阵逃走出境，这嘛，互最高检察署向司法院发声，都要修法增订保全羁押制度。几乎所有的程序，被告、当事人、检察官都要到庭啊。那为什么在最重要的一个判决结果的宣判时间，被告居然是不用到庭的？所以我们建议在修法的部分，应该要把所谓的保全羁押的制度放到我们的刑事诉讼法里面去。在审理中，当然是法官去决定是否要施以相关的强制处分。那我们也发函要求所属检察官在公诉力庭、在实施力庭的过程当中，要促请法官对被告确保被告的未来可能逃亡，要施以相关的保全措施，包括科控在内。唔那建议修法，佮要求伫宣判迄一天，被告一定爱到庭。最高检察署表示，被告若封判当刑，法院就要斟酌，敢是要当庭羁押。就算判的刑度无重，并无羁押的必要，嘛应该评估科技监控的必要性。若无掠到佮甲放走的情形一再出现，司法的精神根本是无采工。为了提升科技设备监控的使用，优化科控告警的通报机制，目前已经持续规划教育训练课程，以加强办案敏锐度和确保裁判的妥适性。司法院回应讲，已经有改善科技监控相关的系统，嘛有同步办教育训练，提升裁判的效率甲适当性。公视新闻台北高雄报道。